Received 底线低盐饮食罪恶的建议，谈到低盐饮食造成的胃酸不够及相关问题735兆9174亿6037万3525。Received 底线低盐饮食罪恶的建议，谈到低盐饮食造成的胃酸不够及相关问题735兆9。Received 底线低盐饮食罪恶的建议，谈到低盐饮食造成的胃酸不够及相关问题我觉得读10年书，还真不如读懂这些话。1.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，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。2. 人生短短促10载，最要紧是满足自己，不是讨好他。3. 铁饭碗的真实含义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，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有饭吃。4. 真坏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假好人。5. 被恨的人是没有痛苦的，去恨的人却是伤痕累累。6. 人之所以活得累，是因为放不下架子，拿不开面子，解不开情结。7. 小时候，幸福是很简单的事，长大了，简单是很幸福的事。8. 婚姻不是1+1等于2，而是0.5加0.5等于1，即两人各消去一半自己的个性和缺点，然后凑合在一起才完整。9. 夫妻俩过日子要像一双筷子，一是谁也离不开谁，二是什么酸甜苦辣都能一起尝。10. 面对生活，要有最好的准备和最坏的打算。祝福开心快乐微笑的下弦月，晚安微笑的上弦月。心态不老，永远年轻。时光肆意的流淌，我们一如既往的前行。那些走过的印记，丈量着起点与终点的距离，点点滴滴又何尝不是我们心路的苦旅。祝星期天愉悦舞动的心。我们在高山上露营，讯号不佳，脸书无法回复，所以我来此感谢您的关心，而且您的祝福我已经全部收到，非常感谢您。我也要祝福您身体健康，天天幸福。We were camping in the mountains, and the signal was bad, and Facebook could not reply. So, I am here to thank you for your concern, and I have received all your blessings. Thank you very much. I also want to bless you. Healthy body, happiness every day. 因应霸王及寒流可做的保暖措施，注意脚底、肚脐、头部及颈部保暖。可用袜子、护腰、帽子、围巾。